小将愿斩华雄之首，献于帐下。古有關公溫酒斬華雄，今赴澳門競香成忠義。眾所周知，關帝係忠孝仁勇嘅化身。澳門其實都有一座關帝廟，好多時候做生意嘅朋友咧，都係過年會過嚟。咁我同廟祝咧都係多年交情。如果嚟到呢度咧，有咩注意事項咧？不如一齊問下廟祝咯。Hello， 明哥。嚟到呢度，你講下有咩注意事項係 OK？千祈唔好揸香，即係照影正人。後側影裝完關帝，然後到天后宮廟，自一路順住由大到細。明哥，如果我哋啲朋友咧嚟唔到，我可以點樣幫佢哋做啊？如果你啲朋友嚟唔到咧，你可以代裝，講出佢嘅人嘅名稱、名字，你代佢要求咩願望嘅。廟祝同我講，2月25號初9 10點係一個好嘅時辰。如果時間許可咧，可以同我一齊過嚟喎。嚟唔到都唔緊要，評論區留低你公司名啦，或者你個人嘅全名，我會做一塊大嘅板，錄低晒所有嘅名，帶大家一齊馬到功成。